我返辦公室第一件事就係處理市民嘅求助同埋意見，咁樣除咗係幫大家解決問題之外，亦都係等我知道市民面對緊乜嘢共同嘅困難，我可以向政府提出更加貼地嘅建議。作為立法會議員，我總係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，係要將大家嘅訴求變成改善社區嘅動力，推動社會嘅改變。我明白，靠我一個人一對手，力量始終係有限。好彩我身邊總有一群志同道合嘅拍檔，同我一樣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行遍社區每一個角落，聆聽你嘅心聲，將你嘅訴求變成改善社區嘅力量。因為有呢份嘅堅持，先至可以令到呢份力量能夠茁壯成長，為市民遮風擋雨。呢條路我從來都唔係一個人行，我有我嘅團隊，加上你嘅支持，我相信我哋一定可以齊建好家園。